劍由人用，人由心控。只要用劍者，人劍相通，便能御劍飛行。我明白啦。你跟我試一次。好，兄台，而家到你啦。做得好。而家你跟我上天山，會合薔薇道場。保住係誤會嚟㗎，你哋停手啦！佢喺未來世界啦，嚟幫手對付惡魔。